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艺客话讲，蒙阿波放炮，意思就是吵死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吵，读册啊吵，第二条吵闹的吵，读吵这是读鼻音。台语字典解说吵意思，就是形容声真济真乱，咱讲真吵，嘛会当讲是落，像讲这个你咧吵啥，就会当讲是你咧啰啥，也就是啰嗦这字啰。颠倒变的词就是争。若是讲甲人搅扰，会当讲是甲人搅吵；大声讲话，嘛会当讲是吵闹；也佫有扰乱，会当讲是吵闹。另外，这字吵嘛有冤家的意思，像讲叫大家莫佫吵，有可能是叫大家莫佫冤啊。这个文音读做吵，提早个做起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读做摇把吵，意思是讲囡仔无论是食饱或者是腹肚枵，拢会吵，就是讲咧起欢或者是讲咧欢啊。第二个词读做吵架闹架，某人讲是吵架闹体，就是讲一个家庭吵吵闹闹袂安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个大人嫌囡仔伫咧厝内摇把吵，厝内人吵架闹架，也毋过有一块歌就写讲吵吵闹闹才是幸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吵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吵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